高雄的莲池潭有一张青瓦树根，拢摊到红毛土壁咯，看起来是真特别，真侪人去翕相。观光局最近宣布讲，附近的步道要困垮，树仔是会保留落来，也毋过挖伫壁顶的这树根会来做处理，或者侪民众赶紧过来翕相做纪念。有民众嘛问讲应该爱想办法，拢甲伊保留落来。 因为风声讲莲池潭要进行环境改造工程，这个上新的望晴景点天空之城树会无去，未少民众拢赶伫时间进前来甲这张青啊翕相做纪念。有民众认为，真罕得看到这款树根顶伫红毛土壁的景致，若无法度保留落来，实在真可惜。如果说光那个国外的游客也有看新闻了，当然是保留起来。 因为那一天我们也遇到，他们也是看新闻报道来的啊。他做的意思是你要往这边看嘛。好。那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可以往池中间看啊，很多像这个凉亭里面也都可以看啊。做这个。 观光局表示，这个工程主要是要甲步道拍通，以及改善宽湖步道的景观。进前已经先甲固地刷走，针对这张青啊，是按算要做一个会当休困的行。因甲地方专家学者讨论了后，决定会用特殊工法提供树根上大的保护来施工。不过环保团体认为，虽然工法有保护性，不过这阵爱考虑的是为什么爱牺牲这个这么奇怪的新景点。 也就是采取阻隔的方式施工，未来完工后，原有的树根既不会接触新的覆土，又可以保留让元气跟呼吸的空间。唔通去破坏这个观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新兴的景点。哦，那个树根裸露出来，那个景观才是唯一的亮点，不然上面那个树。 跟其他树有什么不一样？环境改造工程12要开始做，按算9月份完工。观光局也先预告，爱民众把握时间来看这张青啊。民众也是希望市府会当保存树根的景致，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。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